如果有一天逼着我公布一个资料的话，我想他就会觉得是柯文哲的资料吗？是柯文哲相关的资料吗？是柯文哲的资料相关的资料吗？没有。是跟台北市长的选举有关吗？还是？大家太不了解他啊。太不了解他哈。不了解他。我想我借这个机会啊，319快到了啊，319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案件，可是转眼10几年过去，好像蓝绿都不太理了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马英九以前都说阿扁自导自演，可是他8年总统，怎么就忘掉这件事啊？马英九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8年总统，你对319案不吭声啊？你没有做总统，你都不吭声。所以我第一个请马英九站起来告诉大家319真相是什么？为什么你8年都不办？第二个我也想，这个李昌钰博士啊，你是国际知名的鉴识专家，可是你的鉴识有相当多不切实际的地方，我要挑战你。当然最重要，因为现在侯友宜当年319案发生的时候，他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的局长，也是专案小组的领衔召集人。那么他第一时间就宣布说，这个阿扁总统跟我虽然中了各自中了1弹，可是2弹是1枪，那1枪意思就只有一个凶手。我绝不接受这样的说法。那时候也还开始要侦办，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就定调是一个凶手呢？你是不是在掩护其他的兄弟？那这个办案的方向一偏的话，你下面还有好多啊！我的那本书，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研究319的真相啊，我有理由质疑他办案偏颇，所以我公开提出这个专案小组的认定说。枪弹呢是唐守义制作，可是后来唐守义自己呢跑到中国大陆以后，他有一个录影带，他说他是被利用的，完全不是事实等等。那么陈义雄说只有唐守义的枪弹，但是找来找去枪也不见，除了他的姐夫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唐守义到底有没有枪。这个陈义雄，那陈义雄也说陈天书现在热虚。那么说陈义雄向家属默认犯案啊，他有开枪的东西等等一大堆。那我研究了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7点，我完全不能接受。倒过来这不一定是唐守义的枪啊，还有很多的嫌疑啊，也不能证明啊陈义雄有买枪啊，因为查不到他有任何一笔钱去买枪。陈义雄也不是黄衣，也未必是黄衣秃头男，因为比照他服饰的照片跟秃头好像有很大的距离啊。那么陈义雄啊，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自杀的。那么我坚信这是2弹2枪，因为阿扁跟我都各自中弹。那么2弹推说是2枪，2枪。绝对是2个凶手，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咬定是陈义雄？他死无对证啊，那么凶手就挂给他，另外一个凶手就可以逍遥法外。我觉得非常不以为然。所以我为什么提前这样？我希望公正的团体，我们监察院新进入监察委员也可以起来办案，立法院的319真相调查委员会的特别条例依然有效，立法院也应该。小英总统，我也呼吁马英九不办，我也希望小英总统能够下令好好把319办。但最重要的，我有一直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质、专业的这个警察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319他第一时间就误导。现在你要选这个新北市市长，我公开要求要跟侯友宜针对319的真相，我们大家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有非常多的疑点需要当面来请教侯友宜市长候选人啊。那这个我的质疑点，待会我都会给大家。谢谢。
我相信公开指示他的人，如果看到这份资料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点惭愧。是关于两岸吗？还是从